今仔继续来看，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铁日前改以7000万来交保，搁爱挂电子卡条。讲郭文铁咧定讯的时阵，讲伊要撕掉着党主席。民众党的立委黄珊珊等人是痛骂讲，这是台北地检署所设的局，就是来压迫着郭文铁撕掉党主席。台北地方这个地检署马上发声明来反驳，讲要撕这个党主席是郭文铁家己主动提起的。 加4000万的保金，郭文铁第2摆交保。第早一个开庭，以宣布辞职，引发着民众党怀疑北检报警，用羁押逼郭文铁撕掉党主席。你唯一的问题就是，你觉得他只要当党主席，就会继续有串供灭证之余，表示你的证据不稳固。没有收到任何来自于柯文哲主席的书信。真正郭文铁申请解读禁止通信，寄出去的都是辞职批，严格早就应该交予民众党的秘书长周如修的批，团结到今摆也未送到位。郭文铁防怀疑看保，无寄出去是直接改伫订婚的时用来诉求交保，更加摕来破除检方，实质影响力控制公法。如果有辞职信函不予接受，我们的主席没有第二人选。全党共心，敢若真郭主席。黄珊珊发文章，这个爱郭文铁撕掉党主席，才是北检真正的目的。严过29号接压庭，这个话根本就不是检察官问的，是当时法官问郭文铁。你作为民众党的党主席，处理党务，又搁接触到相关证人，在这个状况之下，你要怎确保未有交传的可能呢？郭文铁是强调讲要撕掉党主席，若无党务无法度运作，而且点名请黄国昌来斗3天，嘛请法官予伊时间交接。北检背回讲，民众党的内容根本都不是检方的公法，这是司马昭之心啊！我们希望检察官不是政治的打手，让所有的证据摊在阳光下。北检伫昨9点多发出声明表示，办案的过程需要证据查明事实，是郭文铁家己主动讲要撕掉党主席。检察官拢无过问，嘛无表示意见，唔通用猜测的言论伤害司法的公信力。郭文铁主动化事件，是为着民众党的运作，或者是法定的攻防，也引发着争论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